今年的10月16号，第13届民间艺术节在佛山开幕。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不同民间表演艺术团体相聚在这个舞台上，其中来自新西兰的 Te Taumata Apanui 部落也带来了他们传统的毛利歌舞表演。Hello, it's finally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在这期视频的一开始，我首先要更正一下上一期这个视频我讲的内容。前几天在我的视频下面有位朋友特别认真地纠正我说，在国会上的哈卡并不是一开始由奥勒尼发起的，而是旁边旁听席的人前去支持他而发起的哈卡。特别感谢这位朋友的补充。通过不同平台下的留言，我意识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哈卡的认识有所不同。有些不太了解新西兰毛利文化的人会认为哈卡只是一场个人的表演，但恰好这条评论底下也有朋友对这一点做出了补充，而且他也提到了 Kotahitanga 的另一个方面。他说，新西兰国会上的哈卡就像家人和朋友为 Aulani 鼓掌喝彩一样，是观会的人以自己的传统文化方式表达了 Kotahitanga， 也就是我们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坚定地支持你。那么借由 Kotahitanga 这个话题，我们再回来聊一聊这次民间艺术节。我特意去找到了 Te Taumata Apanui 的表演团队做了全面的了解。他们这一次文化交流真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情感用最真诚的传统的毛利方式表达了出来。比如说主舞台上的哈卡和 Waiata， 他们介绍时反复强调了是为了表示 Kotahitanga， 也就是大家慢慢走到一起。他们想表达的是 Everybody coming together as one， 也就是大家走在一起，也与这次的艺术节主题跨越山海共向未来相呼应。当我查资料的时候，我读到了一句特别戳我心的话，那就是世界各地人民将艺术赋予灵魂和生命，并将其意义外延到了生活、历史和文化。所以传统的艺术文化的表达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表演或作秀，而是历史沉淀下集体的智慧与声音的表达和传递。除了主舞台的表演， Te Taumata Apanui 团队也在后面的文化巡游上手持长棍进行了毛利武术 Maurako 的表演。那他们的团队也是特意告诉我，虽然他们的长棍表演很像传统的毛利挑战仪式 Welo， 但是在这次佛山的文化巡游表演中完全没有想表达对抗或者是挑战的意思，反而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想让中国甚至世界看到他们的文化，想和世界所有的文化建立民族链接。那么 Welo 的部分我也会在后面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但是在这里我的个人理解是 Welo 作为毛利的传统欢迎仪式的一部分，是一个从未知到了解，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就像毛利人经常说的从黑暗到光明，从未知到已知，从陌生到熟悉，来完成 Kotahitanga 的链接。那么我相信只有大家开始彼此互相了解，才会减少误会，共向未来。那么民族与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奇怪的，而是值得被看见的。每一种少数民族或原住民的文化都是历史智慧的积累。毛利人的 Waiata Kapahaka Haka 并不是别人的文化，而是世界文明、人类文明里和我们一样重视根与爱的一部分。希望这期视频可以让之前不太了解毛利文化的朋友，下次在看到毛利文化表达时多一份好奇，少一份偏见。那么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你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当你看到毛利文化表达时的第一感想是什么。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Kakiteano